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这一期咱们接着聊晚上的热点一个是于东来承认表达方式不对，一个是有一个博主嘲笑现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叫什么杨毛月嘲讽年轻人找工作难，这么两个事情一个是咱们经常聊的潘东来。11月27号晚上，于东来他的抖音账号上表示说，大家不要再为了潘东来的事情而争论了，我的心愿是好的，的确我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这说明大家对公众及个体权利有更强的意识。开心的是大家愿望都是一致的，一起努力让国家更美好，让人们更幸福，让世界更美丽。这个大家都清楚这个于东来让大家不要再为潘东来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前不久这个于东来在直播，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潘东来的员工对吧，关于彩礼，关于结婚摆几桌都做了详细规定，如果员工你不遵守，那么就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惩罚。所以网友对吧就分成两派，一派说好就该这么干，潘东来好样的，一派就说这个于东来爹味十足对吧，公权力私权力对吧，这个不分劳动法学的也不扎实，作为一个企业一个老板有什么权利管人家私生活，这个引起了网友的这个热议咱们也做了节目也聊过几次，我认为是流量焦虑导致的。这个于东来他越来越出位，因为这个潘东来接着往下走也需要更多的流量，现在流量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于东来他社交媒体上发言就是越来越出位博眼球，这个是必然的事情。那这一次呢事情闹大了，咱们也说了这个是东来恐怕是一个舆论上面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事件以前整个社会整个媒体整个舆论对潘东来基本上都是肯定表扬，即便有些人知道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但是都不愿意说出来，没人敢批评潘东来。这个大家恐怕都观察过，网上基本上一边倒的在支持潘东来，就是这个彩礼这个结婚习俗这个事件之前那这一次呢彩礼这个事一出，这个网上就开始分化了，不再是一边倒的支持潘东来。我看到了有100多家媒体都在发文批评潘东来，主要说潘东来是爹味十足干涉员工私生活，把握不住自己的界限。所以我认为这个恐怕是潘东来他的叫营销史上面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败笔。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一如既往的无脑支持潘东来，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尤其那些正能量博主。你比如说这个为潘东来彩礼这个事，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就多次发文，这可是操碎了心11月23号晚上，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官方公众号发布长文，说我们坚定支持潘东来。这还不够26号继续发布长文，说我们为什么支持潘东来，再次强调在广大河南人心中，支持潘东来根本就不需要理由，潘东来作为美好企业值得支持。在广大的江苏人心中，支持华西村根本就不需要理由，华西村作为美好企业值得支持，你换个句式一模一样。这个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的2篇文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也是典型的那种被奴役时间长了，他不知道人权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权利，说通俗一点，就连起码的公民意识都没有。我在有一次节目里面说过了就是潘东来对他员工多好，他的员工多维护潘东来，这都是应该的。潘东来对员工好，这个也值得提倡，员工的维护于东来，这都是天经地义，因为他发的工资多没毛病但是消费者你作为这个群众中的一员对吧，你不能被这种假象蒙蔽。按理来说华西村他倒不倒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热闹就完了。问题是那么多人相信，他就容易出问题，因为这就是个乌托邦。于东来抓住机会搞流量，然后在河南许昌那么个地方搞了这么一个乌托邦，这是可以的，对那个小地方是有贡献，对员工也有好处，但是这东西是不能推广，没有办法走出河南，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然后你再加以这些错误的宣传，让很多人以为全国都可以遍地开花潘东来，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如果遍地开花潘东来遍地开花，那只有倒闭一条路，他未必有永辉干得好。那今天好像于东来公布了潘东来的这个经营业绩，这个数据大家自己去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宣传和营销，因为他的经营业绩不需要审计，应该叫未经审计的业绩。未经审计就是说想怎么说对吧，你那个财务报表你自己说无所谓。当然有的民营企业他虽然
然没有善事，他也搞审计，花个20万可以找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他审计一下，出一个审计报告，可以的啊。那个审计也是形式主义，因为那个审错了没人处理他不需要对谁负责，他只需要对这个企业负责。然后这个财政部啊下面会计师什么协会啊，注册会计师协会，如果他出了问题，顶多那儿罚他一下，不影响。他不像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你比如说普华永道罚了他多少钱，给恒大审计造假，那个好歹啊上面还有个达摩克利斯之剑，涨不涨那是另外一回事，它好歹是有那么个制度啊。就像上市公司即便有这个制度，也有好多企业不是造假、欺诈善事、虚假信息，那不都是审计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甚至是配合协助。这个咱说远了啊，就是说潘东来自己公布的那个卖了多少亿，利润多少，那个还是一种营销，看看就好了，没有什么参考意义。我倒是看啊，据说许昌当地要给这个潘东来啊批块地，又要募集50亿吧，盖一个什么商场，我没太仔细看啊。看这个想说什么呢？那就说明潘东来需要更大的流量，现在这个流量本来在下降，如果明年要搞一个更大的商场，那他就要更多的流量，那他就更加焦虑，他更得去搞噱头，吸引大家关注。这种啊靠流量吸引全国的关注，完了之后靠消费者买单，这个模式不能长久，没有可持续性，就靠营销。为什么啊那么多人支持？包括那河南什么民营企业家协会，现在人家如东来自己出来相当于道歉了，承认错误啊，出发点是好的，初心是好的，说错了话。你说这些什么河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把脸往哪儿搁呢？你这人家自己都承认错误了，还那么多支持的正能量，这脸打得啪啪的，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口罩期间啊造神运动，大家回忆一下啊，口罩刚开始的时候，那立马推出一个神，就是张文宏。关于这个我以前聊过好多期啊，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开始，央视亲自下场，结果啊造着这个神不受控制，唱起了反调，对吧？提倡与病毒共存，这下捅了马蜂窝，开始倒神，对吧？各路诸侯啊，各方势力也把矛头对准张文宏，不把张文宏拉下马，不把张文宏搞臭，绝不罢休。大家可以去回忆一下那一段过程，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民众啊，他为什么要造神？完了之后为什么要把神搞倒？这个非常有意思。把张文宏推上神坛的和要把他拉下来的是一拨人。张文宏说白粥没有营养，不要喝，不如吃鸡蛋加牛奶，喝牛奶，这个又捅了马蜂窝。所以你对照张文宏，你再看看于东来这儿，到底是群众需要这么一个神呢，还是说于东来跟这样的群众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张文宏这个模式啊，潘东来现在危险了。于东来啊，因为把他推上神坛的这群众啊，实际上是不希望于东来有自己的思想。这神嘛，所谓的神，你就是个木头啊雕的，外面漆上金身，给你披上光环而已，你不能真的有自己思想。很多人不理解啊，不知道造神它是什么一个过程。这个人一旦上了神坛，不是说他真的就是神，他实际上是一个提线木偶，他的反应的代表那些把他推上神坛的人的思想和利益。一旦你不符合，马上要把你拉下神坛。所以你看啊，这个河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还有现在那些轰轰烈烈支持于东来的人，以后啊，他们踩于东来是最狠的，把他拉下神坛，批斗他也是最狠的。神居然这么不听话，对吧？我们都支持你对彩礼开刀，对吧？可以越权干涉私生活，我们都支持你，结果你自己退了，你还承认错误，让造神的人，对吧？大失所望。哎，这一次啊，也可能让于东来糊弄过去，但是啊，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总有一次要翻船啊，这就是反噬啊。总之啊，就是于东来已经吃上了这碗饭，对吧？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模式，实际上也由不得他。他想刹车，刹得住吗？刹不住，对吧？一旦刹车就是翻车。现在到底是于东来引领着这帮无脑群众、造神群众，还是这帮造神群众裹挟着于东来往前走？这已经是很难区别啊。华西村啊倒台之前，也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媒体从各个角度验证华西村模式的先进性，真正的做到了共同富裕，真正的做到了什么共产主义啊，没有剥削，没有劳资对立，但是帮就是乌托邦。所以说啊，我们反对于东来是反对什么呢？不是反对他一切，不是凡是于东来说的都是错的，而是于东来、潘东来他们搞的这有害的一套蒙蔽。本来这个网上啊，群众啊，他就有这个造神需要，这些人本身就是智商只有8到15岁，他们总想着加强控制，他们总想着，对吧？把一切都归咎于劳资对立。
你这个企业没搞好，是因为你这个老板不把钱分给员工，没有善待员工，对吧？他这种就是挑拨啊，说白了就是在当下本来这个经济就困难，这些民营企业、国营企业也差不多啊，本来就举步维艰，然后在这个时候还挑拨这个劳动者啊和这个资方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根本原因不是的，是吧？我已经举个例子了，如果你拿到手的是7000，那一般的企业啊，他恐怕要给你付14000，它的成本，是吧？这中间多余的去哪儿了？如果这中间能省一省，企业来说啊，它没有增加负担，它还是成本14000，但是中间有人替你花的人省一省，那你恐怕就能拿1万，你的工资就上去了。但是有人就为了转移视线，对吧？说你拿7000是因为那个资方啊给的少，混淆了真正的矛盾，模糊了焦点，然后矛头对准这些资方。资方只好干什么呢？人家就撤，玩不起了，赔钱，玩不下去，我倒闭行吧，我关门行吧。但是啊，胖东来的模式啊，它又是需要流量，靠流量的支撑，靠大量的外地的游客，不明真相的、好奇的、看热闹的去那儿消费，它不是靠本地的消费者撑起来的。那它需要大量的外地的人去消费，怎么办呢？它就是制造流量，就这么简单。就像全国有钱人都跑到上海去买房，上海的豪宅价格就涨。你看全国价格都在下降，但是上海的豪宅价格它还在涨，17万一平米照样有人买，日光秒光。那你说上海这个房地产能向全国推广吗？这对全国的楼市有什么帮助吗？你看道理都是通的。这一次啊，于东来发现了玩过界了，所以赶紧发一个说明，因为确实激起众怒啊。就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外企，也发这样一个通知，你比如说宝马，他突然发个通知说啊，在宝马上班的人彩礼不能超过多少啊，办酒席婚礼啊不能超过5桌。你看看这些正能量，那不把宝马骂出中国，那是不可能停的。你宝马就是歧视中国人。你德国的员工结婚是5桌吗？你对德国的员工结婚对那个教堂有限制吗？所以说啊，这些支持于东来的这个彩礼这一说的，都是不知道权利是什么东西，连自己权利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指望着这些人想干啥？你给他发张票，就能改变世界啊？没戏，对吧？所以还是在启蒙阶段呢，他连自己有什么权利都不知道，他甘当奴才，你有什么办法？这是这个于东来啊。那正好这2天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啊，叫什么杨毛月，我也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啊。这2天这个热搜上面一直挂着，说这个杨毛月啊，他在直播还是拍段子，就开始讽刺或者是这个调侃这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视频网上也很多啊。我真的很疑惑，现在大学生都这么难找工作吗？我刷抖音10条有8条都是秋招零 offer 啊，什么北大的博士、武大的硕士找不着工作，然后在抖音上说段子，或者是回宿舍了分享自己今天的面试经历，说着说着就哭了。不是这00后不是要整顿职场吗？怎么职场都进不去呢？进不去你怎么整顿呢？我也看了一下评论，这个杨毛月的问题在哪？何不是肉糜，对吧？缺乏共情，站着说话不腰疼，不食人间烟火，看不起底层的人等等啊，这各种说法都有。也有人说他说的对啊，说现在年轻人抗压能力差，懒，好日子过惯了，不愿意吃苦，找不到工作等等啊。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个杨毛月啊这种人叫其心可诛啊，他不是缺乏共情，他也不是什么何不是肉糜，就是他在强者和弱者之间，他选择了把矛头对准弱者，这叫补一刀。也就是说啊，现在年轻人找工作难，这是事实，这个确实也有年轻人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矛盾还不是你就业岗位少，好的岗位越来越少，对吧？你拧螺丝、当服务员、扫大街，这种工作是有，但那个不符合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预期，对吧？你寒窗10年啊，不止12年、10几年，那出来就拧螺丝，不符合他的预期啊。好的工作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作为一个主播，对吧？你应该把矛头对准，为什么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怎么样增加就业岗位？怎么样增加优质的就业岗位？但是他偏偏选择嘲笑这些新人，讽刺，在伤口上撒盐，这种人呢，这叫这个心理阴暗呢，叫卑劣。就这种人品啊，就不指望着你给这些弱者说句好话，说句公道话，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伤口上撒盐，对吧？也不指望着你去批评造成这个就业难的原因，
你毕竟对吧，这有风险，容易封号，大家能理解，你就是个网红对吧，你就是靠这吃饭都能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嘲笑弱者，没人指望你伸张正义对吧，你能伸张正义那最好了，你不能伸张正义那也不能过高要求啊，但是你没有必要反过来还去侮辱这些年轻人，所以这种人是最卑劣啊，这种叫助纣为虐，实际上跟家头是一样的，一有时间啊他就能化身家头，他就是那看门的狗，可以冲着你叫，没有这个同理心，没有悲悯之心呢。你想想，如果有工作岗位，哪个年轻人不愿意去上班，通过自己工作赚到对吧不错的工资，过得体体面面的，你以为年轻人愿意啃老啊对吧，你以为他愿意躺在那不动啊？啃老的躺着不动的哪个年代都有，不是说现在才有，那以前也有啊，只是形式不太一样。努力的啊，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哪个年代也都有。没有数据表明啊，说00后或者90后他就懒一点，他就更娇气一点。所以说啊，现在就业难，你不找就业难的原因，你反而说这些人不努力。10000个人只有1000个工作岗位，你怎么努力？9000人是没有工作的，那9000人怎么努力？反正有9000人找不到工作。据说这个杨毛月啊，这个何不是肉迷这个言论一出啊，这粉丝掉了好多。但问题他还有几百万粉丝啊，我就好奇啊，就这样的博主都是些什么人关注他？就关注他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杨毛月干什么。不希望你是个英雄，你是什么大侠，但是啊，没有必要对吧？把这个枪把矛头对准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对吧？是岗位少，不是年轻人不努力。但是越是这样的人，他粉丝多对吧？这就说明当下社会是什么个现状？为什么去关注他？关注他什么呢？于东来啊，他说那个彩礼有可能是为了流量，他是流量焦虑，他要博出位，因为他老是讲怎么善待员工，怎么给员工发多工资，怎么样这个给员工多放假，这个故事啊，大家已经听腻了，那个再讲它的效果越来越差了，所以他得新的话题。这个杨毛月呢，那是纯纯的坏，就说打心眼里他就这么认为，高高在上，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他这个优越感来自于跟弱势比他地位低的人的比较得到的，而不是说向上反抗或者向上争取得来的。同样的啊，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同样的是几句话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关注，引起大家热议。但是这个于东来和这个杨毛月性质啊还不完全相同，主要是主观动机，客观上都是伤害了很多人。主观上一个是为了流量刻意为之，一个是从骨子里面流露出来的轻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